咁我見到呢一座咧，矗立喺呢個南海神廟旁邊嘅一座現代嘅建築咧，佢就係廣州海事博物館。咁咧呢座博物館咧，收藏埋陳列咧，就係廣州咧2000年嚟作為海上絲綢之路嘅重要樞紐嘅一個歷史文物嘅館藏啦。咁樣裏邊咧有宋代西川窯至和元年款嘅揭彩命文瓶啦，南海出水嘅香藥。咁樣咧都係去講述咧關於廣州呢座千年商都嘅輝煌歷史。咁樣博物館嘅總體設計咧就似一條喺水上漂浮嘅大船。咁樣又融合咗咧就係港船嘅造型元素啦，同埋港府嘅傳統建築嘅一啲特色嘅。咁樣建築嘅面積咧達到1萬個平方米。咁佢嘅最基本嘅陳列咧就叫做《七海揚帆：唐宋時期的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咁樣咧，呢個核心展覽入邊咧，就從中外航線啦、造船航海、港口城市、瓷器出口、香藥進口等多個角度咧，去再現翻唐宋時期廣州繁榮嘅海上絲綢之路貿易嘅情況。咁宋代時期嘅一啲航海技術咧，已經係非常之發達㗎啦。咁啊，領先於當其時嘅阿拉伯同埋歐洲啦。咁我哋就睇到呢個關於海外貿易。咁樣喺唐宋時期就海上絲綢之路開通咗之後咧，就廣州作為一個海絲路上面嘅起點啦，咁樣佢就同阿拉伯好多地方咧就有一個好直接嘅聯繫嘅。咁我見到一啲銅鏡啦，一啲咧從西亞進口嘅玻璃嘅碗啦、玻璃嘅器具啦嚇。咁我亦都見到一啲銀錠啦嚇，作為交易用嘅貨幣。咁樣扶須港咧就係當其時咧廣州外港，就係而家我哋所在南海神廟呢個黃埔所在嘅地方啦。咁呢亦都係一啲銀錠啦，一啲修船造船所需要用嘅工具啦，桅杆。當其時用嘅港船嘅桅杆，咁樣呢啲就係指南針啦嚇。咁樣指南針嘅技術咧喺羅盤或者叫做船用嘅海事羅盤咧，中國係遙遙領先於世界其他地方嘅。咁啊就係海外貿易上面船啦，馳路飄香呢一個咧就我見到一個龍窯。咁樣咧就係喺南方嘅龍窯啦，北方嘅饅頭窯啦。咁樣咧就係呢啲就係燒瓷器所需要用嘅高嶺土同埋磁石。咁呢個係雜鉢，就係我哋做燒瓷器用嘅器具啦。咁我哋見到呢啲咧就係一啲出土嘅西川窯嘅殘片。咁啊西川窯嘅地方咧就係喺呢個廣州嘅嚇，咁喺宋朝嚟講咧就係一個好重要嘅青瓷嘅生產地點啦。咁啊大量出口去外銷嘅。咁樣而家我見到一個咧就長沙窯。咁樣唐代嚟講咧就係好重要，唐宋時期都好重要嘅一個喺湖南地區嘅窯址啦，以出口呢個東南亞到呢個阿拉伯地區為主。咁樣呢個亦都係啦。長沙窯嘅長沙窯嘅瓷器咧，佢嘅特點咧就係一種比較偏黃嘅青釉啦。咁佢係有花紋嘅。咁啊花紋上面咧就有好多嘅，亦都有貼塑啊，或者刻花或者貼花咁樣。咁啊甚至咧又會寫文字啦。咁樣咧，所以長沙窯絲紋咧，亦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喺中國瓷器史上面嘅重要嘅一個特色嚟嘅。
咁啊，而長沙窯嘅絲紋咧就因為興起唐朝嘛，咁啊所以咧就好多同唐絲有關，但係亦都有好多我哋發現嘅長沙窯嘅裏邊嘅絲紋咧係喺書本上面係從來冇出現嘅，所以都係一個比較特別嘅一個品種。咁啊，西川窯咧所在地方就係而家廣州荔灣嘅西川，咁呢個地方咧已經係唔存在㗎啦。咁啊，最興創燒喺晚唐啦，最興盛喺五代同埋北宋，咁亦都係當其時咧就叫廣東宋代嘅四大名窯，以出口為主啦。咁樣持續咗有近150年。咁啊，而家咧就喺呢個黃帝崗，喺呢個西川黃帝崗咧，仲有3處嘅堆積嘅，咁樣高達7米，就係當其時嘅廢棄瓷片啊、窯具啊堆積如山。咁喺宋代嘅外銷瓷咧，除咗呢個長沙窯同埋西川窯咧，亦都有龍泉窯啦、建窯啦、鞏義窯啦呢啲地方。咁啊，除咗出口之外咧，宋朝時期從呢個東南亞一帶咧，亦都進口咗好多重要嘅物件嘅。咁啊，其中香藥嘅一種啦，咁啊包括最重要嘅有乳香、龍涎香、丁香、沒藥、蘇合香、薔薇水、檀香、沉香、胡椒等等。咁啊，除咗香咧，呢個亦都展示咧各式嘅瓷器或者金屬製作嘅香爐。咁啊，講到南海神廟啦，咁啊其實佢係唐代嘅時候鄂鎮海獨一個國家祭祀體系嘅其中一部分嚟嘅。咁呢一部分嘅體系咧，包括咗祭祀五嶽啦、五鎮啦、四海同埋四獨，代表着咧中國古代官方山水崇拜嘅巔峰。五嶽、五鎮、四海、四獨。咁啊，四海咧就係東海喺山東萊州啦，南海就係而家嘅廣州，西海咧就係陝西嘅大荔。咁樣另外咧就北海就係河南洛陽一帶。咁呢個就係南海神廟嘅國家地位啦。咁我見到呢塊石板咧，就係當其時嘅廣州市樸氏方臣賢嘅墓誌銘。咁上面寫住宋古諫議方公墓誌銘。咁唐宋時期咧，廣州外商雲集，咁有好多叫番坊或者番商。咁樣就係一啲外國商人啦，叫番商啦，專門聚居嘅地方就叫做番坊。咁樣都係一個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嚟中國呢邊從事跨國貿易嘅國際商人。咁樣咧就番坊咧最鼎盛時期喺宋代啦。咁就喺宋神宗時期咧，就廣州收足呢個西城，將呢個番坊咧從城外面咧立咗城外，就成為咗一個非常繁華嘅國際社區。咁番坊嘅範圍咧，大概喺而家廣州越秀路啦、江塔路一帶。咁就呢度有一個始建於唐朝嘅懷聖寺，係一個清真寺嚟嘅，目前仲喺度噶。有番學就係俾外國人讀嘅學校，番市市場啦、公共墓地同埋慈善機構嚟嘅。咁呢啲番商咧，主要係來自西亞同埋阿拉伯嘅人啦，仲有一啲波斯人，咁亦都有部分東南亞同埋印度嘅商人。